以赛亚书第7章，予阿哈斯的信息。乌西亚的孙约坦的囝阿哈斯做犹大王的时，叙利亚王利沁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进军攻击耶路撒冷，毋久攻袂破。有人甲大笔家讲，叙利亚甲以法莲联盟。阿哈斯的心甲人民的心拢惊吓皮皮喘，亲像树林内的树，互大风吹顶动。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甲你的囝是亚雅述出去迎接阿哈斯，伫上帝的水沟口，通到票宝场的大路见伊，甲伊讲：着谨慎，着定睛，毋免惊。毋通为着即2支在庆宴的火把，就是在大发受气的利沁甲因叙利亚人，以及利玛利的囝来惊吓失胆，因为叙利亚甲以法莲以及利玛利的囝计谋攻击你，讲阮要上去攻击犹大，侵占征服伊，阮要设立塔比勒的囝做王，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这个代志袂成功，一定袂实现，因为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沁，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囝。65年来，以法莲一定灭亡。恁的信心若无在，恁绝对徛袂稳。以马内利的记号，上主阁对阿哈斯讲，着对上主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，无论对上帝的深渊，还是上悬的天顶来。毋过阿哈斯回答：我毋求，我无要试探上主。先知就讲：大笔家啊，着听，恁互人掩护，兼算小可事。恁兼嘛要互我的上帝掩护，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。看咧，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到伊学会晓拒绝恶，选择善的时，伊要有刺乳甲蜂蜜通食。因为这个囡仔会晓拒绝恶，选择善以前，恁所得惊迄2个王的国土，拢会彻底荒废。上主会互亚述王带来的患难临到你的人民，甲恁老爸的家。这是以法莲对犹大分裂以来毋捌有的患难。伫迄日，上主会发令，对尼罗河的源头调集雨神，佮对亚述地调集蜜蜂来。因拢会爬来歇伫家的山谷，招壁蜂，以及一切的刺皮甲草布。迄时，亚述王亲像主对幼发拉底河对岸走来的剃头刀，主要用伊甲恁的头毛甲骹毛，甚至恁的喙鬚拢剃掉。迄时，一个人会饲1只母的牛仔，2只母的绵羊，因为有充足的恁。国内所有剩落来的人，拢袂当食刺乳甲蜂蜜。迄时，种1000丛葡萄，达匀1000个所在，拢会发刺皮杂草。人着带钱甲经才敢去遐，因为所有的土地拢互刺皮杂草盖满。所有用枝头种做架的山地，因为有杂草刺皮，人毋敢阁去。变做放牛去食草，出在羊吞大的所在。